Hello，呢兩日收到大量朋友仔 DM 問，買咗一大包冷凍蒜頭返去，點樣自製萬用蒜蓉醬？我今日又整啦，即刻同大家分享我嘅做法先。我呢部食物處理器已經用咗好耐噶啦，我諗都有5、6、7年，都仲係好耐用。每次要攪碎材料，我都會出動佢，好似今次咁要準備大量蒜蓉，用手慢慢剁，真係會剁到手軟。用佢唔使5秒，已經可以將蒜頭攪碎，真係好方便好實用。點解要加油加熱蒜蓉呢？加熱除咗可以令大蒜釋放香味，仲可以令到味道柔和啲，即係唔會有嗰種生辣苦澀味。同埋好緊要，油可以包住蒜蓉，隔絕空氣同埋水分，延長保存時間。加熱嘅時候，千祈唔好開太大火，油溫太高，蒜蓉就好容易燶，味道就會變得苦澀。用細火得噶啦。熄火之後，我會趁熱加翻少少鹽調味，最後放入玻璃容器攤凍，就可以擺入雪櫃保存。以後煮餸需要用到蒜蓉，就咁不一羹就可以快速調味，真係會方便好多噶。